他是谁呀？他谁呀？你认识他吗？哥，是谁啊？他是谁啊？他我女朋友啊，怎么了？你女朋友是吧？对啊，你有事吗？帅哥，你看你女朋友这么漂亮，你就买束花给你女朋友吧。我今天一天都没业绩了。那你就买束花给你女朋友吧，我今天一天都没业绩了。好不好？我去，你是在吓死我吗？啊！我去，你是在吓死我吗？我们在拍一个视频那边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开玩笑的。小哥哥你好，是这样子的，我这边呢有2张电影票，然后我朋友临时有事去不了了，然后现在电影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想找个人陪我去看电影，你可以陪我吗？这样不太好，我们得回去。哦，那我们现在先加个微信，待会看完电影不就认识了吗？好吗？那是这样子的，我这边就只有2张电影票。好，那你自由活动。啊，等一下，电话。喂，老公，你不是来不了吗？你怎么现在过来啦？啊，我已经找到人陪我看电影了，你可以不用过来了。女朋友。是我让你看，然后我一个红包也没有收到，我想你加我个微信，然后转120块钱给我，我截图发个朋友圈，我再马上还给你。不会吧？没骗我吧？不会的，啊，你就帮帮我嘛，好吧？我马上就还给你，行吗？我就在这里，你看我吧。谢谢啊。我不认识，你不认识，我不认你在这里干嘛？你在干嘛？走啊，去吃饭啊！谁干嘛了？去吃饭啊！不是今天过父亲节啊，你当父亲了你不知道吗？啊！走吧，我们去吃饭吧，去过父亲节吧，走吧。走吧，走吧，去过父亲节。别，不太好。哈哈哈哈哈！